好，现场的道具检查已经全部完成。好，谢建宇，现在你有15秒的时间来观察魔方。好，请听我的口令，官方挑战倒计时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认证官进行检查。我手里全是汗，我的天！认证官正在确认剑宇的最终成绩以及是否可判定为挑战成功。接下来将会由认证官对剑宇的成绩进行现场宣布。谢建宇，你刚刚挑战的是抛接同时解开3个魔方最短时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荣誉，你最终的成绩是5分06秒61，恭喜你，这是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！恭喜建宇圆梦成功！太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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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不来了！太棒！太棒！太棒！